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你敢有注意到中国开始要通行一个法律，叫做《民族团结促进法》。7月1號，这敢是针对着中华民族的团结法，敢毋是你少数民族个别的团结法？也阁会使跨国镇压，连外国人嘛了。这到底是什么法？今仔日4位专家学者到底来讨论。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也是香港以及台湾律师桑普。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呢是咱的资深媒体人李和忠。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继续咱来看，中国伫3月时阵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内面第63条就写着，境外的组织甲个人，若迫害着民族团结，制造着分裂，拢会了依法来追究责任。日本就有自民党的议员跳出来警告，连外国人拢有可能和中国跨国来依法来办理。总统赖清德表示，无论如何，任何国家都会袂当结外挂。那么，跨国的镇压，应激是对民主国家的共同挑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到，国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今年3月，伫中国第14届全国人大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预定7月初1正式上路。全篇7章拢总65条，包含出版、网络、企业到宗教，各牵涉港澳台甲海外华侨。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分析，表面上看起来是要促进民族团结，不过中国其实是要用法律针对制造分裂的人追究责任。在网络上曾经留言批评习近平、批评中共，或者主张台独这样的一个言论，你有可能都会被北京收集到，然后跟中国有引渡条款的一些国家，比如像柬埔寨、缅甸这些国家，你有可能就会在那边被这个地方的一个警察给拘留起来，然后在中国大使馆的要求之下，你可能就被引渡到中国去。那台湾爱4字其中第63条写明，中国境外的组织甲个人破坏民主团结、制造分裂的行为，拢会依法追究责任。日本自民党议员白川书就警告，外国人除了批评中国，可能会互人当作犯罪，个人一句支持台湾，也有可能互人制裁。刘委会提醒，中国用词无明确，可能会甲人随便按罪名。几位纽西兰的议员来台湾访问，他们就立刻宣布对纽西兰的议员进行制裁，所以我想这个是配套的这个步步进逼了。跨国镇压已经是民主国家的共同挑战，除了假信息甲人质前的攻击，总统赖清德嘛讲，政府会为预防、保护、反制3方面来做运用。对于境外受跨境骚扰、恐吓或镇压的国人，我们动员驻外管处网络，提供紧急协助与必要资源，也正在完善法律体制，要让加害者受到应有的制裁。欧洲议会6月中嘛再度通过决议，反制跨国镇压，各关心中国政府施压涉台议题。罗总统表示，台湾除了支持欧盟强化营养机制，嘛持续甲理念瓦近的国家共同建立会当即时意见，有效追究责任，而且更加完整的保护网。记者采访报道。3月份因咧推出这个促进法的时阵，有真侪人讲，这就是写写尔。但是事实上，你若进去去看内面的法条，内面包山包海呢，佫甚至佫有讲到一条这甲咱台语有所关系呢。伊讲任何组织甲个人不得妨碍公民学习及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公共场合需要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
应当在维持顺序方面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阮台语台湾就丢掉，这第二呢，其实阮咧学校咧学即个人类学的时阵，阮就知影讲，即个边界是移动的。中华民族这字是在19世纪末期才来发明的，安怎拄安怎但即摆这是一个正式法律名词啊！这我是初步看起来，但我唔知影明确。你以人权的角度来看，有啥物物件感觉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所在？我觉得最不可思议就是说，当然他对于少数民族的打压，从中国到现在为止已经持续非常久了。就这个民族团结法其实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就说他对于少数民族的语言、宗教、文化的打压，他一直在做；他对海外的跨国镇压，他也一直在做；对外国支持台湾的政治人物的制裁，他也一直在做。其实他不是新的东西，所以他只是把它法律化。对过去的东西把它法律化，但是他其实是正式宣告，就说，正常的国家我们是以对国民有一个认定，你有没有中华民国国籍，对不对？这是有一个认定。对我们的司法来讲，我们是规范我们人的外在的行为，但这个法律的之所以恶劣，它代表中国对集权的升级，就他正式宣告我不遵守国际的秩序，我对于什么叫谁是中华民族，不是以他的国籍来分，是他以他的血缘来分。你就算有外国国籍，只要你是华人，你的血缘是华人，你就是中华民族，对他来说，他就是可以管辖到你。然后他也不再只管人的外在行为，他管人的内在思考。主持人刚刚介绍，他对于中国所有整个社会，不管你在商业、文化、教育、网络、媒体、社会团体，甚至在家庭中，他都规定你要推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说他从人的外在管到人的内在，这个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集权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独裁国家可以管得这么宽、这么恐怖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正式的对外宣告。就过去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他认为中国要融入世界的体系，但他等于他这个法律，除了是他过去做的是一个总结的宣告以外，他正式跟国际宣告，从此我不再遵守国际秩序，就好像过去华夏帝国的天朝的这个朝贡思想，我只按照我的规矩行事，而且我要依照我的标准重新改造整个国际秩序。所以它里面有一条，就说你境外的组织或个人只要违反我的看法，我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看法，我就要法律规范你，我就要法律来处理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态度的宣告，证明中国这样的国家已经而且你感觉讲，伊会实际去做，比如讲，咱看新闻台，纽西兰的这个国会议员来，伊就人讲话，伊就讲要甲制裁。所以我就讲，你去回想华夏这个帝国过去的天朝，就说你不管你只要不听我的话，我就要制裁你。我不管任何的国际法律跟国际秩序，就他的话就是国际秩序。所以他只要认为你跟他的观点不一样，他就要制裁你。就我们任何人，比方说你在网络上面，甚至很多外国人，未来你在网络上面讲话，你都要注意。你在网络上面批评中国，他都可以说你违反这个法律啊。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对。我不知道这桑普有没有其他的发现，或者你觉得也是旧酒装新瓶，还是其实旧酒又是旧瓶？你觉得呢？中共的法律战一直都是用法律当做一个统治工具，它是把它的所谓的武器包装成为政治暴力，包装成法律。那这一次的话，我会看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它推销2个概念啊，除了国家之外，还加上了民族的概念。国家安全框不掉你，民族团结总是框得到你的吧？就等于说，你今天没有国家的认同没关系，你换了一个国籍当美国人也没关系，你始终是中华民族才是最大关系。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觉到，整个民族团结法有2倍的啊，一倍是思想、家庭、语言、宗教打下去，那打得非常狠。那另外一方面呢，是打什么？域外管辖、跨境镇压、常备管辖。就正如明哲兄讲，以前一直都在做的，比方说港版国安法，
我用港版国安法当个例子，港版国安法第38条就是常备管辖，现在这一个团结法第63条就是常备管辖。那你说有什么不一样？4个不一样，4个不一样就是扩大化。第一个，香港扩大到全世界。毛泽东有一句话是要把全世界管起来，那其实关起来，现在就是习近平要做到这一点。第二个事情是从国家延伸到民族，国家安全加上民族团结两个合璧，就好像那个黑白无常一样，把全世界想管起来。第三个事情是责任分配，港版国安法是中央人民政府国安机关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现在是全世界的人都有责任维护民族团结，尤其是中华民族。这一次他讲到，我待会讲到一个重点啊，所以这责任是下放给所有的人，人人都有维护国家统一的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哦。第10条规定得很清楚哦。正如说，不只是消极的，也积极的要促进统一的义务。第4个当然是以前国安法4条罪：分裂、煽动、恐怖活动跟那个勾结外国势力。现在是所有东西都是罪，只要你违反，你就违反义务，就可以用各个刑罚、各个新的旧的法律来去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当政以来，从来没有一部法律有序言的，序言洋洋洒洒写了6大段。我读一些文字给你听啊。讲统一的，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用这个东西不可4个不可来去做事情。统一这个事情灌到第10条，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的义务，而且它会灌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来，这个等于把所有东西都化为这个专政的一部分。而且它并列的5个名词是在第11条列的：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它视为共同要维护的，必须坚持。你如果抵触它，就是违反第2条：民主团结进步，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就中共全面领导是一个核心，之后他用国家安全、民主团结来当做一个涂脂抹粉的作用。结果呢？它达成2个目的，第一个是统一、并吞天朝大国、扩张主义；第2个事情是专政，因为归根结底，现在专政是有创出个新的名词出来啊。我以前看中共的文献都是想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个是阶级党。现在换写下面新的一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真的前所未闻。这个等于是一个民族党，等于说把阶级、民族放在一起，把国家跟那个民族的那个所谓的团结放在一起，让我想起以前那个1984这个小说，那个乔治·欧威尔有一句话：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实力。这个地方就等于说把所有的进步、团结灌到这个法律来。其实讲的是相反的意思，是一个大退步、大统战、大统一，而且大专政。这个我可以理解他写这些要干嘛干嘛，但是这个时阵伊要杀这个法，伊到底是什么背景？还是讲无喏？这中国若无安尼落去吼，这苦痛根本苦袂掉啊！这伊好好啊管，但是伊嘛管去到别人呢？我真好奇讲2个问题吼，伊是什么时机要什么动机要来杀这个法，要来请教总编辑。第2个，这李显龙吼，前一阵啊才咧讲话呢，讲吼，我甲你咧创吼，毋是因为我拢华人呢，我是因为国家这互相的利益，这甲你落咧，伊这有犯这个民族促进法无？总编。我想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啦，就是说为什么要推这个法，从反分裂国家法到香港国安法到这个民族团结法这个事情，你立的法越多啊，
那你很简单了，你就是提供的武器越多那你提供武器越多，我为什么不是中国？它现在控管自己内部已经到了一个我们所理解的它的严密的那种控管已经有它一定的成效。那现在在另外一个海外呢，国外呢，它有那么多的侨民侨社，它现在很多的自由言论，中国可以控制它内部它的声音、媒体、言论、出版。可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海外的中国人。他们的思想，反贼，对思想意识，它可能是不同。它可以透过其他西方媒体的一些自由的管道，把这些讯息发表出来。那我这个民族团结法，世界上坦白讲，这个民族团结法出来的时候，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相信很多受过一些公民教育的人很难理解，怎么会有这种民族团结法了哈？像。在欧洲或者在美国，我们住过一段时间，我们知道那个很多的国家也都是很多的民族，共处的。那他们所用的团结的方式，可能是来自于平等，可能是来自于包容，可能是来自于多元，可能是来自于各种公民意识的一种塑造性去团结这个民族。那极少是用这种控制、限缩，然后主导由国家去主导这个意识上面。去让你这个民族团结起来，那这个其实不是为了团结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提供了一个国外的在海外的华人彼此之间更多的武器，更多的举报的可能性，包括你要怎么过去可能之前要举报台独嘛，你有台独意识了，或者是你有反分裂的国家的意识嘛？那现在我。更提供你一个多的一个武器，可以让你彼此之间在海外之间言论上面，你可能会有一些顾忌，有一些忌惮。其实从反送中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已经看到很多的海外的华人，包括中国人，他们其实是同情支持香港，可是他们的这些言论，当时我所知道，就是在海外的这些华侨的一些社群组织里面，他会透过。你可能在在中国的亲属家有这些这个关系来游说你，告诉你不要这么做，不要那么做。那现在一个民族团结法定在那个地方，它其实就可以告诉你是直接的犯法，你是直接的犯罪，你是直接的触碰了这个红线。那我觉得那个限缩性就是从过去的这种亲友的压力，或者是一些可能心理上面的一些压迫。到直接，我是一个可以诉诸法律的手段。中边的意思讲，就算讲这个反贼在海外发生，住在海外，以后可能来来处理哦。可以啊，我就多了一个举报的名目嘛，我就多了一个限缩你言论的一个武器嘛。因为我现在这些东西它列出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我就说，中国对自己的国内的控制，它其实已经很严密了。那为什么还要再去？这不就表示他的民族还不够团结嘛？哪里最不团结？海外最不团结嘛？海外的自由的声音都还是存在嘛？那些声音，如果我不要让它存在的话，我必须让彼此之间有那个压力去制衡的话，那什么东西可以？那也许他就认为这个东西是下一步可以去控制更多的这个幅员更广的去控制彼此之间言论的内容。或者是他的任何的行为举止都有可能。这样你听起来，李老师是。若是国民党去到海外访问的时阵，就讲我中华民国，这你有甲检查安尼会叫这无可能哦。这若根据这个法律来讲吼，那只要不是为中共服务的任何言行吼，任何言行。拢有可能会触犯这个法律啊，对因来讲嘛，因为你有可能。我安尼电主席去拜去美国，咪叫人抓去。这有可能讲变讲，就墙头了三个老师咧提醒的，就是讲这种就是叫做所谓的寒蝉效应啦，就是讲我法律放喺遐啦，你个斟酌看，你安怎？当然啦，你有违法就无违法吼。我中共我北京来认定的，吼，像李老师头咧讲，你海外咧讲，有啥咧？你海外有足侪人踮咧
中国大陆嘛有家己的亲情朋友伫遐嘛。啊，亲戚朋友甲你讲哦，拜托哦，你讲话较细腻的吼，无阮直接有可能有代志哦。因为我掠袂着你嘛，比如讲你踮咧美国掠袂着你，处罚你踮咧中国大陆人的亲人啊，啊，所以你可能就可能讲话时阵批评的时阵，你可会较谨慎嘛，较节制嘛。啊，无你可能你想讲啊，你可能爸母哦，啊，你有亲戚朋友踮咧中国大陆就遭殃啊。所以伊用这种法律来框住啦，吼，比如讲你的言论吼，比如讲自我审查啦，简单来讲。啊，李老师，像头早明德兄头早一开始就讲，伊是无管台你世界各国过去的这个普世价值安怎拄安怎，我就是铲刀光甲你切五角。确实。但是，这敢有反效果？还是讲我中国我自然我佫是中国啊？我是感觉讲啦，我看到这个话的时候，我都感觉想讲，这个习近平吼，到底是在想啥？我真系想无，因为吼，照你讲啦，民族的这认同吼，照你讲是自然的啦，你无可能讲一个法律扛落去讲，啊，咱大家认同是什么中华民族，还是讲什么国？所以伊毋是这个目的嘛，伊是要摕来掠人的嘛。是，然后摕来控制。所以我感觉讲哦，有三个目的啦。第一个是为中共来服务啦，为中国共产党来服务啦。就是讲，伊即马要统治，不只要统治中国大陆，伊当然嘛希望用这个法律来管，甲台湾掠死嘛，掠掉的嘛。好，第二个就是讲独尊汉文化。头我讲啊。就是讲，你要用通用语言嘛，甲文字嘛。这我其实讲正，当然你讲中国大陆遮济民族，一定要有一个共同语言。这我同意。啊，问题你来讲独尊这个共同语言时阵呢，啊，就奇怪哦。你讲各民族平等，问题你独尊变讲就无平等啊，你哪可能平等？我讲一个例啦，即马。前几年哦，中共哦开始踮咧这个足济这个回教地区，吼去破坏因的清真寺，强迫这个清真寺咧，本来清真寺因为家己的尖塔，因为家己有迄种特别的迄种建筑物嘛，吼尖塔啊，改迄个回教的特征嘛，讲袂用的，完全拢爱改啥中华民族，就讲中国传统建筑。你把迄个屋顶爱改做中国传统建筑。哦，所以老师你讲了这条，我看第40条，国家保护公民婚姻自由，任何组织甲个人不得以民族身份、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为由干涉婚姻自由。因为在中国叫回教啦，回教徒必须爱娶回教徒、嫁回教徒。啊，你若无啥，袂使结婚。爱希望你就爱信伊斯兰，先规划做这信教，啊，才会让来结婚。伊这就是咧处理这条啊。对。哦。啊，所以我感觉讲，你若讲这样叫尊重这个少数民族，因足侪其实足侪回教徒，大家拢知影。啊，问题你即马对这个少数民族慢慢用这种所谓民族同化的方式。来慢慢稀释，所以对我来讲，这不是叫做民族团结嘛？那边那个团结，比如讲你要屈服在我形塑的我习近平还是我中共讲的这个民族这认同之下，你才应该过生活，啊无任何都可能会违反这个法律。因为啊，你在中国几档？5档吼。上尾2档有通啊，小可安尼旅行自由看啦吼。上后尾，这5档内面，无完全无，嘛是有人甲你缀。对啊。啊，但是第一站的旅行有通去。没有，因为我在监狱里面，我没有在外面旅行。一放出来，不是互你完全，我直接就转来啊。直接就转来，好。所以，即外界来看，这个民族团结进步法，他拄啊像李老师所讲起来，就是讲。这就是为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咯。
唔是个别的这个民族的团结咯，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讲无啦？是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中国过去从改革开放以来，它其实它的共产党的正统性来自于它可以改善人民经济，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整个中国经济一直下行，它已经不太可能用共产主义、用经济发展去建立它的认同，就是它的正统性。所以它现在转移一个，就是说它用一个你不可能改变的东西，就什么血缘嘛，血缘是不可以改变的，就说你只要是民族，这个中华民族，你就要认同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当时习近平的最重要是这个习近平的恐惧，因为通常越独裁的人，他其实越恐惧，他越恐惧，他要建立新的认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对人过去，你只要比如台湾的艺人以前只要不支持台独，大概中国不会打压这些艺人。你会发现现在是你不只是不能支持台独，你要积极拥护共产党，他才让你在中国，所以这个是一个他的一个心态的改变。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中国他在对海外华人的，因为他管不到，所以他用你在中国的亲人公来威胁你，威胁会有什么效果？刚刚都讲过，海外的这个中国人社群彼此监督，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海外比方西方国家的人，他会觉得，中国人的海外的这些华人好像很危险，都可能是中国的间谍，它其实会造成那这个国家的人民跟中国人的社群的彼此的冲突跟对立，那这种结果就是说，海外的中国人到最后会变成他们只能靠祖国支持了。所以中国政府其实在制造这个事情，那对外国政府很为难。他如果要保护他的国家安全，他必须要让他国家里面的华人社群不被中国威胁，那他又要防治，但是又要避免造成国内社群的冲突，所以我其实去很多国家的官员都告诉我，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哦，对，因为你让中国让这个国家的华人社群都变成好像都有可能变成中国间谍，你海外的这些就是外国人当然会讨厌中国人嘛，中国的社群嘛，那你越讨厌中国人社群，中国人就觉得我在国外被歧视，那我就靠中国共产党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习近平统治技术的升级。我常常讲，这个法律是他统治技术的升级，而且他正式宣告他不再遵守国际秩序。其实中国过去就这样子，因为他的危机感，他其实一直在对外输出他的这个威权统治技术。你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南太平洋岛国很多跟中国签的警务协定，就说他把他一套的统治技术输出到其他国家，包括他的人脸识别的技术、网络防火墙的技术，他输入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他就是希望，就是因为不安全感，他不希望外国有人反对他。所以，如果每一个政府都跟他一样，都是学他的统治技术，他就是真的是恢复过去的天朝大国，就源自于他习近平的危机感。我觉得这很清楚。所以这唔那是二下下的呀，伊配合实际行动，佫甲过去的这个作为佫甲升级嘅，是集权的升级。这尚武律师，你怎么看说，在这整个行为里头？他接下来最有可能，他针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其实就好像我们刚刚新闻看到，他来台湾访问，然后说台湾好棒棒，这个就有可能被制裁了。对，团结法第63条是这样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好，那只要他去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一个了。就是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就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概念呢，我们都了解。中国这些法律的概念不用去解释，我们解释也没有用。中共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结果是一个日本人在日本，日本人在台湾，台湾人在台湾，台湾人在日本，讲反共，讲说新疆政策不好，嘲笑新疆棉。甚至觉得说香港被打压，这样一讲，甚至说你讲说反对统一，台湾一定是一个保持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你一旦这样讲，那就很可能成为证据啊。刚刚很多讲者都讲到，旁边可能有个小耳朵专门密报给中共，有个专线给你这样子去密报。以后这个人如果他出到中港澳，
是到泰国、柬埔寨抓起来，这个绝对有这个可能，而且都已经有先例可以援引了。而且我要提醒中国国民党一句话：郑丽文主席说习近平的手像那个云朵一样，我就问这个法律像不像云朵一样呢？而且是藏了真的云朵，藏了真的棉花，还是根本就是刀来的？很简单，中国国民党创立之初是靠什么的？兴中会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嘛。你要对抗满洲人嘛，恢复汉人的传统嘛，这个不是民主团结，破坏民主团结是什么？所以中国国民党应该说一句话嘛，创党的孙文跟现在的主席厉文都应该说句话，究竟中国国民党的立党之本，不是基于一个破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而产生的一个结果吗？所以我想的一个重点是，各位，历史上有很多事情，不要用单纯的国家民族来定义事情。国家跟民主当然重要，但你用这个地方来当做你的谈资，来去遂行你专政的目的跟扩张的目的，问题就很严重。我举香港2个例子，跟这个也有关系的。一个是中国对香港的国语政策，台湾什么叫台湾的国语？我现在都说不出来。华语就是华语，华语未必是国语，因为国语有很多种语言。问题在于这个地方了，中国对香港的国语政策是不是跟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里面讲到第15条，讲到一个重点，国家要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除非有法律规定要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才可以双语版，否则所有的教学教课教育教学跟公务用语，通通只有普通话。那桑普律师，现在在香港的中小学教育里头，全部都用普通话在教学了吗？越来越多了。新界香港9龙新界嘛，新界北部基本上你看到路上还有学校里面，通通都是讲普通话了。以前在香港是匪夷所思的，在我的生活的香港里面，但你看得到现在教育他们叫普教中，用普通话来教中文，完全教普通话的。对，完全这样教，而且那个名词都开始改造，就是不叫鱼蛋，就叫鱼丸子，一点一滴在鱼蛋不是叫鱼，就不是叫鱼蛋，就不叫鱼蛋，就叫鱼丸子。那不宅沟也不见了。不见了，就是可能是什么挖沟，我就不知道了啊。叫挖沟，我不知道什么虾米挖沟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开始来了。公务员考核要考普通话，公共广播还有那个官方机构开始讲普通话。这个开始是慢慢一波来的，这个是一块。然后你看到这个是对香港的融合，他们叫融合发展，而且要推动一个深圳的15+5规划，要把深圳跟香港的那个拆墙松绑，以后深圳跟香港没有边界，人员互相流通了。现在香港有7%的人是洗人口的结果，有一些是上面的那个中国的高才洗下来的，香港老人家洗上去的，人口开始换血，语言也开始在换，因为洗下的人不会讲广东话嘛，所以这个结果是点点滴滴达成到全面殖民跟宰制的效果。那另外一个重点是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刚刚讲了，如果台湾人在台湾，台湾人在日本，那如果讲这个批评香港的事，被人家有录音笔把它录起来举报，那结果是非常严重，这个叫跨国镇压。简单来讲，就是刚刚明哲兄讲的，就是天朝主义，全世界要管起来。香港从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的事件、林荣基的事件，一直到2024年看到那个香港驻伦敦的经贸办，也是你看得到常被管辖各方面的事。最近你看到汤伟雄先生也是我的一个好伙伴，他在台湾也收到泼红漆，那个袭击他的那个拳馆，还有这个刘嘉文，还有郭凤仪在各地受到，在英国、在美国受到各方面的恫吓，跟对他们在香港家人的钳制。
你看得到，这些都是血淋淋的事实。今天只是把香港这个地方，他觉得锤炼了6年时间了，就好像日本自民党的一个区议员叫白川思写了一篇长文章，他讲到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时间，中共觉得大家开始不理了，觉得说习以为常了，就开始把它扩大化，定了这个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法，而且有长篇的序言，这个是史无前例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准宪法的地位，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才有序言，你哪有看到法律有序言的？那些增修条文可能会有，比方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可能会有，或者宪法的本文前面也有序言。你把一个法律定了一个序言在前面，证明说他会用这个东西用到极端。以前李志英跟我讲说，李志英先生跟我讲说，香港国安法是不会实施的，不用怕。我说不会，他真的会用的，的确会用的嘛。现在你觉得说这个中国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就一开始主持人不是说，有些人觉得说就是虚晃一招而已，真的会用，因为这些东西是一个广大专政的工具的一个集合体，所以这个集合体会成为它全世界专政跟天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刚刚桑普律师讲到这整个过程其实我特别那有一题伊过去是马列主义现代化当中就讲这个卡着，所以就要加强伊统治的这个正当性，所以江泽民的时代就3个代表，甲资本家甲什么技术先进的人会当入来党代表内面，一直加一直加，即马佫甲这个民族团结法甲加入去，迄算做讲迄围墙佫甲放个密，还是讲无？伊是欠一味，伊才有通完全来亲像毛泽东安尼，才好好啊来处理伊国内的代志。因为他都桑普律师有讲到，香港就慢慢啊，不管是香港话，还是讲伊整个的香港就变做中国化。我们在中篇集里面来看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桑普律师其实有谈到了就是这个法令，我们都在谈到这里，已经可以更清楚的理解到，它是一个限缩的，它不是一个更包容的，它是一个更严格的，不是一个更弹性的。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还有一个，我们看到里面一个，我念一下第10条了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受外部势力的干涉，坚决反对一切民族、宗教、人权等借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抹黑这些这个需要夸起来，就是不受外部势力的干涉那第63条里面也有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外的组织跟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依法就责。这个东西一跨下去，我们其实就很知道，在中国你当然不能谈人权嘛你不能谈民族的自觉啦，你也不能谈很多的自由人权的这些东西。在中国，我们可能知道不行谈嘛。那这个民族团结法的第10条、第63条立下来之后，那中国人去海外可不可以谈？到了国外，你能不能谈？你一样就变成说，我有这个法令列在这里，那你是不是受外部势力，或者是中华民国境外的个人跟组织，任何破坏民族团结的东西，你都要依法就责？那我出国去，我可不可以声援香港的人权？我中国人，我可不可以声援西藏人？我甚至我可不可以跟法轮功的这些人去合照，或者是甚至握个手？所有的这些一切，我的行为，我本来认为10几亿的中国人，怎么可能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一样？那一定会有一些比较有自由的，或者是比较有同情主义的。他去到国外之后，他可能会表现出他在国内他做不到的事情。可是在这个法立下来之后，他是很明确的告诉你，你是到了国外，就算你是去美国，是就有那个美国的言论自由的这个宪法保护，可是站到中国的立场来讲，你是不受
你是没有例外的，你不会到了一个自由土地之外，你就有一个言论自由，或是你有思想自由。所以以后这些人出去，不只是台独啊，台独是要被填掉了。对，那个反分裂啦，然后惩治台独啦，或者是最多通缉啊。可是甚至包括你连声援人权、谈论人权、讲求的一些你对于中国内部政治的一些意见的发表，你可能的所有的思考，你就开始这个法会一再的。就我们现在讲都是一个预言预判，但是以他过去的这个行为模式来讲，我们知道。他就等着你做，你做了，他就会越明确、越清楚。就有你看，对，他会就会让你知道。总编辑，我所在其实伊在世界各国，伊拢有派伊的警察人员，用移民化妆也好，啊，去用什么其他的身份，其实是做警察的代志，给你装等于抓回去呢。其实这几年我在国外，你说那个秘密警察，对国外国人来讲。他是秘密警察，但是对中国的海外的组织团体来讲，他是一个公开的思想警察。公开啊，公开的，他，因为我知道你会看着我，我知道你，我们所谓的秘密就是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在中国的这社群里面，我们都知道谁出现了，我们讲话就要小心；谁出现了，我们就必须要注意一点，因为这些人会通报。我在家乡的公安，我会再通报谁，会让我下一次在回国的时候遇到一些麻烦。啊，这种人通常都是什么身份啊？他就是华侨啊，他就是什么工会的负责人啊，什么干部啊，就是一般的什么统一促进组织啦，或者一些表面上面讲的越云淡风轻，就像什么民族团结，它就不是为了团结嘛。然后为了一个民间组织，那就不是真的那么民间嘛。那所有为了什么中国海外人民福祉的，那一定不是为了纯粹只是为了你福祉嘛。为了名喊呢？对，那你说过去来讲的话，大家心里面其实，在海外的这种中国人的这个思想控制上面，或者思想的这种顾忌上面，其实都已经存在了。那也许就是认为，就是我的心理的压制上面，不见得能够让你这么收敛，但是我有一个法令在这个机制在这里上，我就提供了这些干部，或是你所谓的那些讲的那些秘密警察，这些我有更有于法有据的在海外进行长臂管辖的这种这个武器，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讲到这么多外部势力啦，那境外组织啦，所有这些。它已经跨越了，它其实它不是只是要它内部的一个和谐稳定，它是连你到了海外去是没有，你到了欧洲国家，很多中国人到了国外也都是想要自由的空气嘛，想要言论上面能够更多的发挥跟弹性，但是在这样的机制底下，我觉得那几乎就是完全被收起来哦，对，把收整个这样收起来。哇，按照李老师你来看，国民党敢对着这个代志完全，因为这牵涉着讲国民党若去美国访问的时候，要安怎讲咱中华民，要安怎讲出来？这确实啦，我作为这个党员来讲，我是感觉讲国民党确实是爱对这个法律来表态啦，哦。不只是为着两岸咧走动的人啦，嘛是为着咱台湾咱国民，中华民国国民，吼，踮咧海外，不管是踮咧台湾，是踮咧海外，言论自由的保障啊，保障啦。因为吼，我讲一句，我踮咧美国，甲美国人咧讲话时阵，啊，万一万不幸若讲，我可能被批评着习近平。啊，可能有强寄落来，啊，转来可能就写一笔啊。所以连江若我可能家己唔知影嘛。啊，连江可能我去中国大陆时，就可能去用看起来，你当时踮咧美国甲讲咧讲话时，你批评阮。李老师，因为他在总编辑有讲到，讲伊在压缩这个海外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什么人的言论吼，咱看了真侪迄个 YouTuber 吼，啊。伫这海外顶头咧讲，吼，这本吼护照路通100几个，
哦，青咱的车联牌的吼，这百几个啊，这本吼啊，这个那50-60个，啊，都无好用，啊，若像这种，敢会去用抓去啊？我讲真，伊若认为讲你若破坏伊的民族团结的时阵，你就可能变成伊追溯的对象，有可能啊。所以我第一届我就讲啊，这个叫做自我是变讲逼迫你去个自我思想的审查咯。比如讲，你若去国外，你踮咩所在的时阵，你讲话你就变讲家己会较细腻，你惊去用脏掉嘛，你会惊去用掠掉啊。所以对种两岸来关系来讲，还是讲对不管只要广义来讲，还是讲中华民族的任何人来讲，拢有可能会去互伊即个法律制裁的对象啦。哦，这看起来，我要请教明铁兄吼，迄若是 YouTube 人真济，在台湾，在住伫台湾的即个新住民吼，伊中国来的，伊就讲哦，我这健保就好用的，吼，啊迄边的医保吼，拢爱先纳钱啊，就歹安怎。这有代志无？你这有通符合伊的民族团结法无？因为其实对于民族团结法，甚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来讲，它其实唯一的破口啊，就是台湾。为什么？这是一个吊诡的现象。他一直在推这个民族团结法，说台湾人是中国人，说台湾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一直这样强调嘛。但他这样强调会有一个结果：如果台湾实行民主政治，台湾的社会公平、台湾的社会福利、台湾的这个发展、教育发展、贫富差距，如果都比中国好，那中国会有一个问题啊，中国政权会变得一个终极拷问：为什么台湾人可以？你说台湾人也是中华民族，也是中国人嘛？那为什么台湾可以实行民主，中国不行？中国政府没有办法解释。你任何国家去批评他都可以解释，这是西方价值，这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唯有台湾他无法解释，所以你这样才推回来，你才会发现，对中国来讲，只要一个民主台湾的存在，就是对他这个政权最大的挑衅，而且他没有办法回答，所以他为什么要不断的破坏台湾的民主？因为他只有台湾的民主崩盘。无，伊讲咱高级境外势力啊。他没有办法讲，因为台湾他一直在强调台湾是中国人嘛，为什么一个中国的地方，一个中华民族的地方？他的民主政治如果发展，他的民主政治可以长久运作，让这个地方的人的生活比中国大陆的人更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办法解释啊，因为他都讲民主是西方人的这个民主是西方人的价值嘛，我们中国人东方人有东方人的价值，但是台湾他没有办法解释，所以他一定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要面对这个法律最大的事情是，我们要如何维护我们的民主，因为中国不断的在破坏台湾的民主。只有台湾的民主崩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统性才可以长久维持，他的谎言才可以继续讲下去。你讲到这样，我就想到桑普律师哈，在香港的 YouTuber， 他能够讲说，我这个香港这个很好，这个就是中国那个不好，这个会不会被下架？哦，这个是要看 Google 的情况，但是可以肯定，你这样讲，管你下不下架。警察就会上门先找你，这个问题很大，就等于说，如果有人在香港就那个呛瞎那个香港政府的一些事情，肯定的很快就会被通报，而且很快的，他们都有非常庞大的警察网去抓捕你，凌晨5点钟让你那个生理时钟最差的时候拍门把你抓走，这个情况是在那个香港发生。所以刚刚主持人讲到一个地方是，如果我在台湾批评一下，有一些非常傲慢的新住民向往中国，那批评台湾，还摇摆自己的那个健保怎么样，我觉得这一种事情会导致一个结果是，我批评中共可能就说，那个是某某某新住民就举报我在批评他，结果我到中港澳都会出问题，这个非常有可能。不要以为我在恫吓大家，而是说大家都要知道，我们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就要勇敢，而且要知道不要再到中港澳去了。如果今天你认为说，我要两边都走，你就要冒着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去做人。台湾人要过得很窝囊的，
就是中国要什么东西，我们就希望两边都讨好，美国也要想要一点，自由民主台湾也要一点，中国也想要一点，没有这样的事啊。我们就要做好自己独立的人格人生，去做自己的事。所以我看到很多的那个台湾的朋友们，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跟香港的这一辈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思想的地方，在于香港是嗅得到那个血腥味，看得到那个刀光剑影，看得到那个绞索，嗅得到那个腐尸般的味道。离开的离开，忍辱负重在香港也有在那边，关在大监狱、小监狱都有。但台湾没有这一段的刻骨铭心的经验，就觉得说香港很惨，香港过去了。甚至有人跟我讲说：“哎呀，香港如果当年不抗争，就不会搞成这个样子了。”啊，也有人这么想。对，因为他觉得和平安逸就是台湾最好的情况。各位，你面对集权，你面对专制，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就是要勇敢的面对，而且要承受我们的命运。台湾现在比香港的条件好多了，有一个真正的独立主权，事实上独立的主权吧，未来也希望法理上面有独立的主权吧。更重要的是什么样？是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地理上的区隔，而且本身有盟友。台湾的条件比香港好太多了。台湾真的不属于中国一部分。你讲这句话，就是不维护国家统一，那就用第10条说，你就是坚决反对一切以人权为借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污蔑抹黑、压制打压，还有那个渗透破坏。那这个结果就不得了。我上好奇的就是讲如果那是像，事实上中国国民党党内面分足侪派，是嘛有这个中华民国派，嘛有讲这个统一派，嘛有讲不，我是中华民族，嘛有种若是要坚持讲我是中华民国，事实上有这种的那总面是你认为因这以后在党内是不是爱大辩论？就是讲你个讲，我要甲你举报，我叫习主席来甲你抓，还是这有可能产生一种化学变化？我觉得每一个中国的更限缩的一个法律，或是更严苛的法律啊，对国民党来讲，它都会是一个挑战，就是它内部一个意见的激荡跟思辨这一个机会啦。因为我看到你说这个中国的这种限缩的这种力道压下去之后，国民党要怎么样去解释说，中国的现在的经济的状况更好之后，对于整个其他的两岸之间的弹性、两岸之间的空间、两岸之间的这些互动发展会更包容、更具弹性。我觉得这个说辞它一定会得到会受到一些挑战是必然的。那另外包括你要必须站在台湾人的立场想，中国国民当然也不至于台湾嘛。那像这个法里面，它其实另外一个让我们看到未来也必须去面对的，中国现在跟全世界超过60个国家有引渡条例，而且已经从过去几年已经渐渐的不只是形式上面的引渡，它甚至过渡到连政治犯罪，它都在谈，希望能够从这些60几个有引渡条例的国家去引渡这些政治犯。那触犯民族团结法是不是政治犯罪？是不是？那刚刚桑普律师有讲到，建议说不要去中港澳嘛，对不对？那我相信中国也知道这件事情。你不要来，我知道你不要来，他为了你不要来中港澳，你以为你就没事？我跟60几个国家，我有引渡条例啊，对不对？那我是不是要他是会不会做到这个样子？我不晓得，但是我相信他就是已经要透过这个法，让你去感受到，我不是只是不要去过中港澳而已。世界上60几个国家，我是不是要开始去 Google 查有哪几个国家有这个条例？我惊呢。对，那引渡诈骗犯就已经欧洲引渡很多诈骗犯了。对，从刑事犯罪到政治犯罪的引渡，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境。我相信
欧洲国家你很难去接受啦。可是如果其他的一些对第三世界或是其他的非洲啊，或是哪些国家，他们的想法是什么？那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到这个地步。但是这个压力感，这个法的定下来，其实这个初期的心理上的顾忌，它其实就是已经有效果啊。对，李老师想咩？是，确实啦。对我来讲哦，这个法落去哦，比我讲，即马两岸变讲一个民族甲民主的小拍。1996年，咱台湾第一届这个进行的总统选总统会，他就原因是有提出这个理论了嘛。就讲迄当阵，即马规大嘛，咱咧选举，中共用民族主义的名义，甲咱大，就甲咱大嘛。迄当阵就讲嘛，是